镜头来垦丁，垦丁国家公园协助梅花鹿探证，野外族群数量即马大概有1500只。不过最近呢，煞发现传出讲有人去拍啦，目的是要取梅花鹿的鹿种和鹿角头。即马呢，垦管处是表示讲，因会继续追查，嘛鼓励民众检举。警察发现有可疑的人，而且还查到蜡枪甲火药。这是今年年初，警方甲垦管处联合稽查的时阵发现的。不过，迄当阵并无看到动物的尸体。最近在地有风声讲，有梅花鹿去互斩首，居民是真痛心，家己做传单，内底写龙盘草埔风景区是盗猎者的鹿园，是梅花鹿的亡仔埔，希望会当阻挡这个情形。嘿，规定，以后啊，真少，即嘛迄落拍甲拢无，伊拢唔敢来呢。民众讲，演过清在地的草埔啊，看到规定的梅花鹿，不过最近会当讲拢无得看。去年8月中，垦丁国家公园内底，伫港口溪水尾的桥，嘛去有团团发现2只梅花鹿的尸体，倒伫草埔内底，为严管啊互斩断，头壳互偷提去。针对梅花鹿盗猎情形，本处也跟保七总队第8大队执行联合夜间巡查，来加强取缔。垦管处表示，会甲警方加强稽查，嘛强调梅花鹿虽然毋是保育类的动物，不过伫国家公园内底有猎捕的行为，也是属于违法。若经过调查是事实，相当会当罚3000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